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万万想袂到，就是有遮尔啊拄好的代志。高雄一个单小姐买车到银行领138.2千块的现金，到凤山的某一间邮局要来汇款，行员点钱点了，讲减10万块。行员真确定，就是减10万块。啊，单小姐嘛真坚持，讲无可能会减，建议这个钱也拄啊好，只好来报警。第二天调监视器出来看，真相大白。原来是有一捆10万块的地雷涂骹，行员无注意到，一个细心拄啊好摕到钱，怎啊甲伊摕入去刀啊骹？加在经过1天了后，10万块还伫个原地。邮局的人办理业务拢会进入对过，尤其是伫咧点钱的时。两日目睭，你看就惊减算一张。高雄凤山有某一间邮局，扣民众投诉，讲10万块会算啊无起。这个行为不行，应该要掉下去了，要告诉人家。每一个人都一样啦，都会看自己有没有存进去。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月底，当时一个单小姐准备汇138万2千互车行，因为当时要我下班时间，邮局的人计先写单伊来算钱，因为受专心就无咧家注意。结果邮局的人甲伊讲，佮减10万，甚至佮讲质疑讲，敢是闹到无走。我们通常会跟他进行做至少是扎数的确认，当下行员有少的这个动作。当时要求调监视器画片，互人拒绝，但小姐就感觉有问题，但为银行领出来钱，乃减10万块。落尾检察机动调看监视器画片，真相嘛公开。原来是点钱过程，这亏款的10万块现金落伫咧涂骹，敢若无注意到扣邮局的人，他要去倒骹内底。回头去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带身份证？”真的是没办法去注意到说，好像有踢到什么东西。这个部分是我们确实有疏失，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已经有发函跟他纠正，也会列入我们的考核，之后一定会再予以教育。做7年的邮局人员，因为娇饲囡仔留一天薪，打定转来做工课，结果煞发生争议的事件。恐惊有这摆经验，嘛会后摆处理代志会更加认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